北門區農會推動在地農業轉型，今年將在地農產經過創新研發，製作成為年輕人最喜愛的玉米脆零嘴，更利用北門最出名的紅蔥頭來調味，讓傳統的家鄉風味華麗變身成為時尚新口味。其實北門有做些好的物件，我們北門上有名的就是紅蔥頭。其實每一個人大家都愛吃紅蔥頭，只是你不知道，它就是很重要的配角。那我們這一場的活動3場下來，我就是在把紅蔥頭讓它變成主角。這場新品發表，除了北門紅蔥玉米脆，還有紅蔥麵、紅蔥虱目魚鬆、北門洋香瓜酥等創新產品，積極開創農產品的銷售通路與附加價值。北門農會，我們推出的新產品就是這個玉米脆，包括紅蔥頭，包括辣跟不辣，還有包括我們虱目魚鬆加上紅蔥頭，虱目魚鬆加上蒜頭，這些都是非常搭的。加上我們原先已經有的紅蔥醬，我相信紅蔥是台南的特產之一哦。當然很多地方有紅蔥，但是台南的特別好吃。不管在北門或者在台南的其他的地方，像七股，但是不管在北門在七股，事實上如果我們經過這樣實測的結果，許多國外的友人，還有包括我們來市府的貴賓，包括我們市府的同仁，大家吃起來都非常開心，都非常非常的喜歡，所以我相信這個市場潛力無窮。亞果遊艇碼頭4葉餐廳已將紅蔥玉米脆、虱目魚鬆等產品加入菜餚當中，讓稀鬆平常的零食也能變成高檔餐廳的精緻前菜，驚豔許多現場民眾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